出外食飯，最緊要就係乾淨衛生，食得安樂。但係如果你想象一下，當你開開心心咁坐喺一間全香港人都非常熟悉嘅連鎖快餐店度，正準備大啖去享受你面前嗰個熱辣辣嘅套餐嘅時候，頭頂突然之間砰一聲，掉咗一件完全估你唔到嘅物體落嚟，唔係普通嘅沙石，亦都唔係咩天花板碎片，而係一隻乾癟癟、全身僵硬，甚至帶住傷口嘅老鼠乾屍，不偏不倚咁直接車落你個飯托盤上面，鼠頭仲要半歪埋一邊，死不瞑目咁直勾勾望住你。呢個時候你會有咩反應？相信唔好話胃口全消，直頭係嚇到魂魄唔齊，當場生出成世人嘅心理陰影。呢件令人毛骨悚然，簡直好似恐怖片情節咁嘅大型食物安全災難，就喺前一陣子實實在在咁喺香港一間知名連鎖快餐店度發生咗。當時喺社交平台上瘋傳嘅兩張現場相片，簡直係震撼咗全港市民嘅眼球，亦都令到無數網民睇到毛骨悚然，大嗌頂唔順。根據當時在場網民形容，事發嘅時候大約係下晝嘅茶餐時間，餐廳裏面雖然唔算係擠擁到水泄不通，但都有唔少街坊坐喺度揾食。其中有一位着住紅色衫嘅食客，正坐喺一張靠牆嘅座位度，安安靜靜咁用緊膳。點知食到一半嘅時候，天花板上面突然傳來一陣怪異嘅聲音，下一秒鐘，一隻體型絕對唔算細嘅老鼠乾屍就由高空直墜而下。當時呢位紅衣食客根本完全反應唔過來，只係聽到餐盤發出重重嘅撞擊聲，定睛一看，一隻死狀極度恐怖嘅老鼠屍體就躺在自己碟飯隔籬。呢隻老鼠乾屍嘅死狀相當之詭異，它全身嘅水分好似已經被完全抽乾咁，呈現一種乾癟柴皮嘅狀態，而且四肢同尾巴都已經變得完全硬化。更令人反胃嘅係，從近鏡相片可以清清楚楚咁睇到，呢隻老鼠嘅背部同側面有幾道明顯裂開，甚至見到內部組織嘅腐爛傷口，明顯已經死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由於衝擊力太猛，老鼠落地之後，個頭仲要微微向一邊傾斜，剛好就正對住呢位食客。面對呢個突如其來、視覺衝擊力爆燈嘅加料驚魂，呢位紅衣事主當場嚇到由凳度彈起，整個人因為極度驚恐而瘋狂倒退，走避嘅時候甚至慌亂到連手上面對筷子都忘記放低，死咁拿住。而最誇張嘅係，事主驚到連自己擺喺凳上面價值不菲嘅黑色名牌手袋都完全顧唔上，直頭係連袋都唔要，走夾唔企，一心只想逃離呢個地獄般嘅現場。當時坐在鄰近餐台嘅其他食客，亦都全部被呢一幕嚇到目瞪口呆。旁邊有一台食客當時正高高興興咁打緊邊爐，見到隔籬台天降乾屍，其中一個男人嚇到即刻企咗起身，捧住個碗隔空望過去，露出一副不可置信、懷疑人生嘅表情。整個餐廳原本充滿住喧鬧嘅傾偈聲同埋餐具碰撞聲，喺呢一秒鐘仿佛突然之間凝固咗。相片上傳到網上之後，瞬間引爆咗全港各大討論區同埋社交平台，網民紛紛瘋狂轉發。有人留言話，如果自己係當事人，應該會當場嘔到連膽汁都出埋嚟。更加有人話呢種震撼程度簡直要計心理陰影面積，以後無論去邊度食飯，坐低之前第一件事一定係要望清楚頭頂個天花板，如果唔係隨時會中頭獎。隨住事件喺網上越演越烈，全港市民對飲食衛生嘅信心直插谷底，大家都在紛紛猜測，究竟呢間咁大膽嘅連鎖快餐店係邊一間？雖然相片入面對環境經過一定程度嘅模糊處理，但係眼尖嘅香港網民一見到嗰個標誌性嘅橙黃色餐盤，仲有餐廳特有嘅餐椅款式，就一早認出呢間絕對係香港老牌大型連鎖快餐店大快活嘅其中一間分店。眼見紙包唔住火，輿論壓力排山倒海咁湧過嚟，大快活集團嘅發言人隨後亦都正式站出來發表官方回應，向傳媒證實咗呢一宗極度罕見而且嚴重嘅衛生事故。大快活喺聲明入面表示，集團對呢一次嘅事件感到非常之關注，並且向受影響嘅顧客致以最誠摯嘅歉意。官方解釋話，喺事發之後，店內嘅職員已經第一時間將涉事嘅餐盤、食物以及老鼠屍體妥善棄置，並且為了確保環境衛生同埋公眾健康，有關分店已經即時暫停營業，
並且安排咗專業嘅滅蟲同清潔供應商來到店鋪裏面進行全方位、無死角嘅徹底清潔同埋消毒工作。不過，最令公眾關注嘅係大快活喺官方回應入面，無意中透露咗一個導致今次老鼠屍體由天而降嘅致命原因。大快活初步評估之後指出，呢一隻老鼠乾屍之所以會喺天花板跌落嚟，好可能係同分店近期所執行的例行滅鼠措施有關。呢個官方解釋一出，雖然表面上係想交代原因，但係反而引發咗網民同埋衛生專家更深層次嘅質疑同擔憂。有熟悉餐飲業清潔流程嘅業內人士同眼尖嘅網民一針見血咁指出，結合隻老鼠乾屍身上那些裂開嘅傷口，好容易就可以推斷出成個食物安全黑幕嘅前因後果。在香港，好多大型食肆或者商場為咗對付鼠患，一般都會聘請專業嘅滅蟲公司定期來放老鼠膠板或者施放老鼠藥。網民推測，呢隻老鼠好可能係喺之前某一次嘅滅鼠行動裏面不小心踩中咗老鼠膠板，但係由於它體型大、力氣足，喺垂死掙扎之下，竟然勉強扯開自己嘅皮肉，硬生生咁由老鼠膠板上面走犯逃脫。正因為咁，他身上才會留下一道道深可見骨、扯開皮肉嘅恐怖傷口。這隻受咗重傷嘅老鼠隨後匿埋咗喺天花板嘅夾層裏面，由於傷勢過重，加上沒有食物同水，最終孤零零咁死咗喺天花板頂。香港嘅秋天或者冬天天氣有時比較乾燥，加上快餐店天花板內部有大型嘅冷氣風管，抽風系統不斷運作，在長期的強風吹襲同埋高溫烘烤之下，呢隻死咗嘅老鼠並無好似一般屍體咁迅速腐爛發臭，反而係慢慢流失晒所有水分，在不知不覺間被風乾成了一隻硬邦邦嘅老鼠乾屍。而最致命嘅一點，就係餐廳嘅天花板夾層往往由多塊天花板組合而成，彼此之間有空隙。呢隻老鼠乾屍在天花板裏面藏咗唔知幾多個月，可能係因為近期快餐店冷氣系統進行維修，或者老鼠膠板承辦商在上面翻動，甚至純粹係因為餐廳長期嘅油煙同冷氣震動，導致原本卡住屍體嘅位置發生咗位移。結果，這件藏在天花板頂幾個月甚至更耐嘅風乾加料物體，就咁順着天花板嘅縫隙，喺食客最毫無防備嘅用餐瞬間，直接砸向咗凡間。呢個所謂嘅例行滅鼠措施導致嘅致命原因，恰恰暴露咗連鎖快餐店在衛生管理上嘅巨大漏洞。網民質疑，既然有定期做滅鼠，點解滅蟲公司放完藥或者放完膠板之後，無定期去天花板夾層進行全面巡查同埋清理？一隻死老鼠可以喺天花板裏面擺到變乾屍，這絕對唔係兩三日嘅事，起碼經歷咗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嘅時間。在呢段期間，天花板上面風管吹出來嘅冷氣，豈不是天天都伴隨住呢隻死老鼠嘅細菌同皮屑，不斷循環播放到整個餐廳嘅空氣入面，讓幾千幾萬個不知情嘅食客一齊吸入肚。諗到呢度，真係令人不寒而慄。雖然大快活在發表聲明嘅時候，由始至終都非常保持神秘，堅決唔肯向公眾透露呢間涉事分店究竟位於香港邊個區域，企圖用冷處理嘅方式來保住品牌形象。不過，網絡嘅力量係強大嘅，香港網民憑住相片裏面對蛛絲馬跡，展開咗翻天覆地嘅人肉搜索。好快，喺社交平台嘅新大快活討論區 Facebook 專頁上面，就有多位自稱知情嘅街坊踢爆，指稱事發當日見到位於九龍深水埗區石硤尾村嘅大快活分店突然之間無預警咁封牆停業，門口貼出內部清潔嘅告示，門窗緊閉，裏面的氣氛非常之不尋常。與此同時，亦都有大埔區嘅居民留言附和，指稱大埔某間分店一向都係老鼠嘅重災區，經常有人見到有大大小小嘅米奇在餐廳嘅角落，甚至水壩附近公然遊走。雖然官方無證實，但係石硤尾分店疑似中招嘅消息已經在網上不脛而走，搞到附近嘅街坊人人自危，直言短期內絕對唔敢再踏入去半步。這宗天降老鼠乾屍嘅恐怖事件，雖然表面上只係單一分店嘅衛生意外，但係在當下嘅香港社會，卻掀起咗一場關於香港餐飲業末路嘅巨大反思與討論。
在相片下面嘅數千條留言裏面，最引起全港市民共鳴嘅一句感嘆，莫過於有人寫道：難怪全香港人現在放假都寧願一窩蜂上去深圳食飯，真係唔怪得人。這一句話，無疑是狠狠地刮了香港飲食業一巴掌，卻也道出了無數香港市民心中最真實、最無奈嘅心聲。曾幾何時，香港被譽為享譽國際嘅美食天堂，由高檔嘅米芝蓮星級餐廳，到街頭巷尾嘅茶餐廳、連鎖快餐店，都以效率高、味道好，最要緊係衛生管理嚴格而聞名。過去，香港人對於內地嘅食安問題往往抱住懷疑嘅態度，覺得在香港食飯雖然貴少少，但起碼買到一份安心。然而，時移世易，來到2026年的今天，整個局面似乎發生咗180度嘅大逆轉。近年來，香港本地嘅餐飲業正面對住前所未有嘅寒冬。自從2023年全面復常通關之後，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好似決堤嘅洪水一樣，一發不可收拾。每逢星期五下晝或者週末放假，羅湖、落馬洲、深圳灣等各大口岸都擠滿咗北上揾食嘅香港人。據統計，每逢假日的離境人數動輒高達幾十萬人次，而留在香港本地嘅食肆，生意可以用慘淡2個字來形容。面對生意大跌、鋪租依然高企、人工成本不斷上升嘅3重打擊，不少香港本地餐廳為咗生存，唯有各出奇謀去慳成本。但可悲嘅係，好多餐廳老闆不思進取，無去想辦法提升食物質素或者服務水平，反而選擇咗一條最愚蠢嘅路，就係向內開刀，不斷縮減人手，減少清潔開支，甚至連食材嘅產地同質素都越降越低。今次大快活爆出天降老鼠乾屍嘅醜聞，正正係餐飲業過度削減清潔成本、管理層疏忽職守嘅一個終極縮影。當一間每年賺取數以億計利潤嘅上市連鎖餐飲集團，連最基本對天花板衛生、防鼠滅鼠嘅跟進工作都可以做到如此馬虎、如此荒謬，你叫香港市民如何再對本地嘅食肆保持信心？相反，現在香港人一講起去深圳食飯，大家對觀感已經完全唔同晒。不少每個週末都北上消費對網民直言，現在深圳無論是大型商場裏面對人氣餐廳，還是連鎖嘅餐飲品牌，人哋在衛生管理上對投入同埋認真程度，早就已經將香港遠遠拋離在後頭。在深圳，好多餐廳採用開放式廚房設計，食客可以透過大玻璃清清楚楚咁睇到裏面對廚師點樣切菜、點樣煮食，有沒有洗手，有沒有戴口罩，一目了然。而且，內地近年在餐飲衛生執法上非常之嚴厲，一旦被發現有老鼠或者蟑螂，罰款金額極高，甚至會被勒令永久停業。這迫使內地嘅餐飲老闆在防蟲滅鼠上不敢有一絲一毫嘅懈怠。除了衛生環境無可挑剔之外，深圳餐飲業最吸引香港人對，莫過於人哋那種賓至如歸嘅服務態度。只要你去過深圳食飯，你就會明白點解香港人會貼錢買難受。在深圳嘅餐廳坐低，服務員會第一時間面帶微笑咁遞上茶水，主動幫你燙洗餐具，甚至有啲鋪頭仲會提供免費嘅零食、美甲或者擦鞋服務。在用餐過程中，只要你一舉手，店員就會跑過來幫你解決問題。反觀香港呢？現在在香港對普通茶餐廳或者快餐店食飯，收費越來越貴，一個普通嘅午餐動輒要50-60蚊，甚至70-80蚊，但係你得到對服務係乜嘢？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感同身受，在香港食飯，往往一進門口就要面對服務員那副黑面，好似欠咗佢錢咁對面孔。坐低之後，你想慢慢睇個餐牌，店員就會在旁邊不耐煩咁催促你落單。食物嚟到，隨手拼一聲 wing 喺台面，湯汁濺到周圍都係。你想叫佢攞張紙巾或者加點水，往往要叫3-4次都無人理你。最難受對係，當你啱啱吞下最後一口飯，連口水都未嚟得及抹，服務員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衝過來將你個碗碟收走，甚至直接將張賬單啪一聲拍在桌上，眼神死死咁望住你，擺明就係在趕客，暗示你食飽就快點滾，唔好阻住人哋做下一單生意。
這種被網民戲稱為貼錢買難受嘅港式餐飲文化，在過去香港經濟好，大家冇得選擇對時候，大家或者還會忍氣吞聲。但係自從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建立之後，深圳嘅高質素服務同超高性價比，就像一面照妖鏡，將香港餐飲業對種種缺點、傲慢與落後，照得無所遁形。同樣是消費100-200蚊，在香港只能去快餐店忍受狹窄嘅座位、惡劣對態度，隨時還要面對天降老鼠乾屍對風險。但係去到深圳，卻可以坐得舒舒服服，享受尊貴對服務，吃着精緻對大餐。在這種強烈對比之下，傻子都知道該如何選擇。大快活今次呢一隻從天而降對老鼠乾屍，不僅是砸碎咗大快活自己建立多年對招牌，更加是砸碎咗香港人對本地飲食最後對一絲包容與留戀。這件事在網上引發對強烈民憤，其實係香港市民長期以來對本地消費環境積怨已久對一次大爆發。大家借題發揮，痛陳香港餐飲業對不思進取、收費昂貴、服務奇差，現在竟然連最底線對食品安全同衛生都守唔住。如果連香港引以為傲對大型連鎖品牌都搞成咁，那些缺乏資源、朝不保夕對個體茶餐廳，裏面對衛生情況究竟有多糟糕，簡直是讓人不敢想象。事件發生之後，亦都有不少社會輿論呼籲食物環境衛生署等政府部門必須要主動介入，絕對不能任由大快活內部自行清潔完就當無事發生。坊間強烈要求當局對全港所有大型連鎖食肆進行一次突擊嘅全面衛生大檢查，尤其是要針對天花板夾層、廚房後巷等平時市民對肉眼睇唔到對衛生死角進行徹查。因為長者或者小朋友等體質較弱對群體，如果去呢啲快餐店食飯，一旦食物或者環境不幸染上老鼠攜帶對漢坦病毒、鼠疫或者各種致命病菌，後果絕對是堪設想，隨時會搞出人命。香港飲食業對從業者同老闆們，真的應該藉着今次對老鼠乾屍事件好好反省，敲響一記沉重對警鐘。如果大家繼續抱住一種反正香港人始終要食飯，不愁沒有生意對傲慢心態，繼續在服務上得過且過，在衛生上敷衍了事，在管理上漏洞百出，那麼香港美食天堂對美譽，遲早會被自己親手葬送。當全香港對消費主力均都徹底對本地餐飲死心，每個週末都選擇義無反顧咁北上深圳或者外遊消費對時候，留給香港飲食業對就真的只剩下死路一條。回想起那張在社交平台上瘋傳對相片，那隻僵硬乾癟對老鼠屍體橫陳在充滿橙黃色溫馨色調對大快活餐托盤上，那一幕荒謬、諷刺而又恐怖對畫面，仿佛就像是一個無聲對預言，正在警示着整個香港本地服務業。希望這一次對食安風暴能夠真正讓本地對餐飲業者大徹大悟，找回當年開門做生意對初心，真真正正咁在食物安全、環境衛生以及服務態度上下苦功，否則下一次再有東西從天花板掉落嚟對時候，掉下來對，可能就是整個行業對未來。